我需要你，主耶稣，我的心渴慕，单单等候你，全然心靠你有主，我生命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第3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苏维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的，牧师，大家平安。平安。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再次的带领我们在今天有一个好的早晨、好的时间来与你亲近。就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能够透过牧师的口，更加的与你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22章21到22章，好，那我们看见保罗虽然他被逮捕、被控告带外邦人来进入圣殿、污秽圣殿的罪名，但保罗他却运用他双重的身份，就是犹太人和罗马人，来向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众做同样的见证。那保罗他也能够运用希腊文和希伯来人使用的亚兰文，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听见，专心专注来听主的道。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最有说服力的见证，就是讲他自己在使徒行传第9章如何经历得救的见证，以及我们也看见虽然当犹太人群众要来骚动，要来杀害保罗，但是让罗马的法律保护之下让保罗他得到活命的机会，因为他是罗马人不能在没有审判以前就鞭打就动刑，所以让我们看见在严刑峻法的底下也是有上帝另类的救恩。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保罗他往罗马去的旅程，那请书维带我们来读22章的30节到23章的第6节。好的。22章30节，那指挥官想确实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理由，因此在第二天，他解开保罗的锁链，召集祭司长和全议会在一起，然后把保罗带出来，让他站在他们面前。23章第1节，保罗定睛注视议会的人，说：同胞们，我生平平视为人，在上帝面前良心清白。直到今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吩咐侍从打保罗的嘴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上帝要击打你。你坐在那里是要根据法律审判我，而你竟违背法律，吩咐他们打我。站在旁边的人说：你竟侮辱上帝的大祭司。保罗说：同胞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圣经说过，不可毁谤治理人民的长官。第6节，保罗看出这一群人当中有些是撒都该党的人，另有些是法利赛派的人，于是他在议会里高声说：同胞们，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今天在这里受审问，是因为我盼望使人复活。好，谢谢。那当保罗他从这个严刑拷打当中好像得到了一条活路的机会，但是隔天那千夫长，那这千夫长们在今天就会看到他的名字叫做吕西亚。那这千夫长呢，他想要知道到底保罗在犯了什么罪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所以就把保罗带到他们的带到他的面前了。好，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现在的安东尼亚碉堡，就是在耶路撒冷
安东尼亚碉堡的附近。好，那这个审问的地方，虽然现在我们可以去以色列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地点，但是却不是在当时保罗，比较接近当时，但还不是当时保罗的样子。那这个也与耶稣他在耶路撒冷被审问的地方的地点也是相当的接近，所以可以做这样的对照。那但是当千夫长他想要知道犹太人控告的理由，那并且呢，千夫长他也下令祭司长们跟全部的议会的人都要聚集。那犹太的议会就是犹太的公会呢，是由70家大祭司71个人来组成。那当然千夫长也有他的团队，那他要管理1000个人，所以在这个审问厅的当中，那保罗他得到一个辩论的机会。那保罗呢，他并没有在这样的公会当中，或是他同时要接受2种审问，一个是犹太公会的审问，一个是千夫长罗马律法的审问，但保罗却定睛注视他们。那这个定睛的意思也代表说，保罗他并没有害怕或是恐惧，反而是有上帝给他的能力，让他能够定睛的看着他们，并且他称呼他们是同胞们，就是弟兄。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是外人。那他也说他的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的良心一直到今天。所以保罗他第一个先提到他自己的信仰和见证是经得起考验的。那第二节呢，大祭司亚拿尼亚呢，只有听完一句话呢，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保罗的嘴那保罗呢就对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敢违背律法，命令人打我吗？”那这个亚拿尼亚大祭司呢，根据考察是在主后的47年到59年来担任大祭司。那他在这里呢，保罗还没有才刚开头讲话，才开口讲一句，那亚拿尼亚就下令，可见他对保罗也是恨得牙痒痒的。但保罗立即回应说：“这粉饰的墙，神要击打你那粉饰的墙这句话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主耶稣他曾经用这个说法利赛人的7个祸。那这当中就是说，法利赛人是一个粉饰的墙指他们是一个粉饰的坟墓里面充满的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气息的死人和骨头那说他们没有办法用上帝的话得到生命没有结出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反控告这个亚拿尼亚，在这个议会厅上应该是要按着律法来审问可是保罗到目前开口说话并没有干犯什么事情，他只有保罗说他行事为人凭着清白的良心，这个大祭司他就不高兴，就派人打他。那反而保罗还回他一句说：“神要打你上帝要击打你，上帝要击打你。”那这件事情呢，根据约瑟夫第1世纪的史学家记载，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在主后47到59年担任这个大祭司下台之后呢，在主后的66年被犹太人的激进派所杀。所以也有人认为就应验的是保罗他所说的话，神击打他。如果是66年，大概还比保罗殉道还早了1年。那但是旁边的人有人马上说：“你既然敢侮辱上帝的大祭司，那这就是一个罪名，因为毁谤或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保罗又立刻的说：“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着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这就有2种看法有人认为保罗是真的不知道他是大祭司
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真的。好，那有可能因为保罗他离开耶路撒冷，好，他出去3次的布道旅行，好，那这在外面待的时间也久。好，虽然这个大祭司是主后47年就开始来担任，好，那但是因为保罗他虽然有来耶路撒冷，但是他可能没有上圣殿，好，那一直到这次第3次布道旅行回来，好，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但第二个呢，保罗也有可能是知道，好，但是呢，可能是一种反讽，这是在嘲讽，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是大祭司？好，就是他怎么没有这个大祭司应该有的样子？好，但都有可能。不过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22章28节。所以如果真的是毁谤，刻意的毁谤，那就是干犯律法。好，所以保罗他还马上引经据典，就是你既然敢辱骂神的大祭司，保罗也搬出引经据典，可见他在这个圣经律法当中，法利赛人加马列门下所受的训练是非常的严谨的。但第6节保罗呢，好，在这里他可能也知道说他很难再开口，因为才刚开口就被打，那打他的被打嘴肾脆配，那保罗呢他突然看见就是他有个意念，看出这里的公会的人士呢，就是有20几个撒都该人，好，那会有20几个法利赛人，然后还会有文士跟长老，好，那这样3个部分加上大祭司来组成。所以当保罗看出这个公会的成员的时候呢，好，那他就在议会里面高声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好，所以保罗他就是出了一张牌，好，也压了一个赌注，就是用他自己有受过法利赛人的训练，好，他知道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因为撒都该人他们的权威是根据摩西5经，好，就是创出利民申。那在创出利民申当中，并没有先知书或是先知的这个记载，或是历史书的记载，关于这个死人复活的盼望。那但是呢，在法利赛人他们是读全部的旧约好的书，还有先知书，所以他们相信有死人复活的盼望。那所以他就把他的今天在这里受审问呢，直接定调说，我现在受审是为有关死人复活的盼望。其实我们从前面看下来，保罗在这里受审呢，是因为保罗被控告，他带了外邦人进入了圣殿，好，糟蹋了百姓律法。好，但是呢，保罗现在呢，把他被控告的理由转个弯，好，那现在呢，就是看来他是有意要引起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当中的矛盾。好，接着再请书维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11节。好的，第7节，他这话一出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吵起来，会众也分成2派，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也不信有天使和神灵，但是法利赛人3样都信。喧嚷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些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站起来，强烈的抗议说，我们找不出这个人有任何错处，可能真的有神灵或天使向他说话呢。争吵越来越剧烈，指挥官怕保罗被他们撕碎了，于是命令兵士下去，从人群中把保罗抢出来，带进营房。当夜，主耶稣站在保罗旁边说，你要有勇气，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须照样在罗马做见证。好，谢谢。那撒都该人，撒都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那法利赛人在当时耶路撒冷大概有6000人，好，那当保罗他押宝选边站，好，他是选择承认自己是法利赛人，而且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冲突矛盾，就是关于死人复活的盼望的时候呢，
果然就马上挑起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非常敏感的神经这个神经然后他们就马上就争论起来。那保罗这个呢见缝插针非常的有效。那第8节说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神的灵就是看不见的事物。但是法利赛人呢3样都信了。那和本翻成2方面都有，所以是2个方面或是3样的事情，就是复活、天使、神灵2方面，就是一个是关于复活的事情，一个是关于灵界的事情。那喧嚷的声音他们是大大的争吵，甚至还有法利赛人直接站起来就来抗议争辩抗议说保罗这个人找不出什么过错，所以他们有人意思就是要停保罗，要放他，所以这也给我们在政治或是商场上来看，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当然保罗找到了一个关系，他跟是法利赛人的时候，就法利赛人就出来就挺他，只是这个争吵越来越剧烈，甚至这个千夫长呢都担心保罗会被他们给扯碎撕碎。那这个意思就是扯开。好，那但是这个虽然是有点夸大但是虽然这个公会里面只有70个人但是为了保罗这个事情呢，他们居然可以大吵大闹，好像这个当时候在以弗所的剧园当中有好几万人起来在为着亚底米女神再出来抗议一样。那所以千夫长呢就把保罗把他抢出来带进营楼那带进这个营房当中。所以从这个动作呢，我们看到这个动作是在21章保罗在圣殿被捕，那时候圣殿的人把圣殿的门关了准备要杀掉保罗的时候，千夫长介入。那千夫长就一介入的时候呢，听到群众一直喊着要除掉他可是保罗他们要把保罗带进营楼营房，是在21章的37节。可是从那时候保罗说他可以上楼梯的时候说他可以对百姓说话，所以就一路到现在，那保罗现在才又回到营房当中好，那但是在千夫长把保罗救出来之后呢，当夜那晚上主就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放心吧或者说你要有勇气，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其实在19章的21节，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有感动说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他也必须要去罗马看看那这是第一次提到，现在是第2次提到罗马，在使徒行传当中就是主给他的感动所以让保罗有一个定心丸就是保罗他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锁链，什么样的困难在等待他，但是既然有上帝给他感动，按照使徒行传过去他跟神的同工，那他也相信上帝会一路把他带到罗马，果然保罗也真的去到了罗马。好，接着12到18节请书伟带我们继续来读。好的，12节，第2天早上，犹太人在一起计谋，发誓非杀掉保罗就不吃不喝。同盟的有40多人，他们去见祭司长和长老们，说：我们已经发了重誓，不杀保罗，不吃东西。现在你们和议会要请求罗马指挥官把保罗带到这里来，假装要更详细的审查他的事，我们会布置好，在他到达以前杀掉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了这个阴谋，就进营房去告诉保罗。于是保罗请来一个军官，对他说：请带这个年轻人去见指挥官，他有事向他报告。那军官就带这个年轻人去见指挥官，说：囚犯保罗请我过去，要求我带这个年轻人来见你，他有事向你报告。
好，谢谢。那这个营楼呢，成为保罗他的一个避难所，一个避风港，让他外面虽然有很多的洪水猛兽群众要吞吃他，但是他能够在这里得到暂时的保护，还有得到主给他的应许，就是叫他要放心，要勇敢，因为上帝还要继续用他，甚至要把他带离开耶路撒冷，一路到罗马。所以这里保罗他就知道他必须要活下去，他不能就在耶路撒冷就殉道，好像这个腓利或是雅各不是腓利像这个雅各殉道一样或是司提反。那又过了一天，天亮，那犹太人呢，他们就在一起想办法要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那这是一个发誓，这是一个发重誓，而且发这个誓呢是违反十诫也要发这个誓，就是十诫当中不可杀人，但是呢他们就是要杀人。那同时呢，他们为了要达到杀害保罗的目的呢，那他还去串通了祭司长和长老们，说他们发了重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所以呢15节这40个犹太人呢就跟祭司长长老们串通，说现在请他们出面去请千夫长，请千夫长把保罗带来这边，假装要详细的审查他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在路上埋伏好，当保罗出现就杀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斗不过罗马的律法，但是他们可以用土匪强盗的方式先下手为强。所以十诫当中他们不仅要杀人，还甚至要做假见证。更可怕的是连祭司长长老们那他们呢都一起这样子做。那所以可见现在法利赛人他们是退出了这个游戏因为法利赛人选择相信死人复活、天使、神灵，但是呢撒都该人长老还有祭司长们呢还要继续在这个游戏当中，那还跟着这40个犹太人不吃不喝禁食，为了要杀人的犹太人。那这个事情呢走漏风声，是保罗的外甥，那这个人没有提到名字，但是呢给我们多了一个资料，保罗有外甥，外甥就是姐姐或妹妹的儿子好，那所以保罗他还有姐妹，那这个姐妹呢也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城，因为我们在22章昨天读到22章第3节，当保罗他自己在对这群犹太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说他是犹太人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而且在这城里长大。保罗他长大的过程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的父亲或是母亲，可能应该是母亲的关系，因为他爸爸是罗马公民，是大树的人，所以可能是母亲的关系，他才来住在耶路撒冷。好，那所以他有姐妹或是姐妹们也在这里，甚至都已经嫁人也生了孩子。所以保罗外甥呢，他可能也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那听见了这个阴谋，就进了营房去告诉保罗。那保罗因为有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必须要勇敢，必须要到罗马去，所以他不能死在这里，否则保罗他也不见得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那因为还好有祖先给他的启示，所以呢他就赶快又把救兵搬出来，就是把千夫长搬出来。那这千夫长呢，那他也听了这个外甥的指示，那他就采取行动。接着再请数位带我们来读19到22节。好，19节，指挥官就拉着年轻人的手，把他带到一边，问他：你有什么事报告？他回答：犹太人已经商量好，要请求你明天把保罗带到议会去，假装要详细的审查他的事，请你不要答应他们，因为有40多人埋伏等着他，他们都立誓要杀掉保罗，否则就不吃不喝。现在他们都准备好了，只等你决定。指挥官吩咐他说：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已经把这事报告我了，然后打发他走。
所以这千夫长还是有正直公义的心啊。好，那对照这个撒都该人哈，撒都该人名字叫正人君子，可是呢，他们却是做这种私底下的勾当，反倒是罗马的千夫长，那听到了这个讯息，那他也有想法。好，那接着再请数位带们读23到30节。于是指挥官召来了2个军官，吩咐说：预备好步兵200，骑兵70，长枪手200。今晚9点钟出发往凯撒利亚去，同时要为保罗预备坐骑，护送他到菲利斯总督那里去。指挥官又写好公文，内容如下：克劳地吕西亚上书总督菲利斯大人尊前，敬谨请安。犹太人抓住了这个人，正要杀害他。我发现他是罗马公民，就带军队前往抢救。我想查明他们控告他的理由，因此把他带到他们的议会去。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该死或该囚禁的罪行。他们对他的控告无非牵涉到他们法律上的问题。后来有人向我报告犹太人图谋杀害他，我立刻决定把他解到你那里去，同时吩咐各原告到你面前控诉。谢谢。那千夫长呢找来了2位军官，好，那在这里呢吩咐要有步兵200，好，骑兵70，长枪手200，加起来是470个人。470个人护送一个人哦，可见千夫长他不是把这个保罗的外甥的消息当作是耳边风啊，他还甚至派出了10倍于这个犹太人40个人啊，就是加上公会70个人啊，470个人啊，来护送保罗一个人，而且要离开耶路撒冷啊，因为千夫长的名字在这里有出现，叫做克劳地吕西亚。克劳地是当时罗马皇帝的名字。好，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好，这个关于克劳地的几个的年间的预言。好，那这个他会把他的名字放在皇帝的名字放在他的名字当中，好，来表示说这是他在入罗马籍的时候，好，的皇帝是谁？那吕西亚就是这个千夫长的名字。好，吕西亚的意思就是释放者，释放者。所以这是一个希腊人，好，那名字叫做释放者，好，那在这里出现也真的是很适合，因为他一路上都在释放保罗，但是呢，对抗的就是犹太人一路上都要捆绑着保罗，好，所以保罗回来耶路撒冷是一路被捆绑，但是因为这个千夫长一路是被释放，现在派出470个人要把他送离开耶路撒冷，好，也可见保罗在耶路撒冷能够做的都做了。但是呢，这里已经没有他的传道的空间了，因为这个犹太公会急着要他的命，好，所以千夫长呢不仅是派出470人，还写了一封公函，这一封书信是要写给巡抚总督，好，叫做菲利斯哦。那菲利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在这里也不断的扮演许多重要的角色。好，菲利斯的意思就是名字的意思是快乐的。好，那他也过得比较，从这名字来看他比较安逸。好，我们也会继续看到菲利斯这个人处理事情是过于安逸。好，那这个信上千夫长吕西亚指明说，保罗他没有什么该死的问题，但是有犹太人要杀他，所以要把他送到凯撒利亚，也就是犹大王住的行宫的地方。好，所以呢，让他去那边到上层来处理。好，同时也会吩咐各个原告，就是这群要告保罗的公会的人，不管是大祭司、祭司长，他们也会过去凯撒利亚来详细的说明。好，最后一段31到35节，请书伟带我们来读。好，31节，兵士们执行命令，把保罗带去，连夜卸往安提帕底。第二天，步兵回营，让骑兵护送保罗。他们到了凯撒利亚，把公文呈给总督，又把保罗交给他。总督阅读公文，并问保罗是哪一省人，发现他是基利加籍的人，就说：
等你的原告到达，我就处理你的案件。于是他命令把保罗拘禁在希律的公署里。那我们看到这个吕西亚千夫长他写给总督菲利斯的信当中呢多次的提到我就是5次提到我就是说保罗这个事情呢都是吕西亚不过倒是470个人派出来可见这个千夫长是真的要救保罗。那这些士兵把保罗带到了安提帕底，那在路上的地方是需要过夜，第二天再从安提帕底出发，继续来到了凯撒利亚，所以可见这也是一条要走2天的路程，但是他们是让保罗骑马，如果用走路的话呢，可能要走上3、4天以上，但是2天就到，所以有步兵200。骑兵70，然后长枪手200那这些军人都是有训练所以他们的走路速度体能。那当他到了凯撒利亚，就到了总督菲利斯的面前菲利斯读完公文并且问保罗你是哪一省人知道他是基利家人那知道他确认他是罗马人那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才详细听你所以他就把保罗拘禁在希律的衙门里，就是希律王因为希律的王宫就是设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好，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他灵巧像蛇的部分，就是当他在议会公会当中要来辩论做见证的时候呢，却无法开口。那他也主动提到复活来凸显敌阵营的矛盾那保罗他也得到上主的保守因为给他启示，他将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这等于给了保罗一个定心丸他不会死在这边不会像司提反因为当时司提反也是可能在保罗的这个推动之下被人用石头打死，或是这个雅各被这个希律王下令来砍头。那保罗也因着外甥还有这个千夫长吕西亚，菲利比是吕底亚那在这里是吕西亚的搭救让他又可以平安的离开耶路撒冷，退回到凯撒利亚，因为第3次布道旅行他也是从凯撒利亚来进到耶路撒冷。那千夫长吕西亚将审问保罗的事情呢这整个事情呢就打包起来，那上书发公文给他的上级长官，就是总督菲利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见保罗在危难当中信靠主，同时也有主你与保罗的同在，让他不害怕风浪，也让他不害怕各样子的攻击和挑战，也看见保罗的智慧还有勇气，还有上帝你所给予的启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相信上帝你的话每一句都要成就，你的话是带着能力也愿我们继续依靠你的话语，在每一天不论我们眼前所遭遇的困难拦阻或是害怕，当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入得享平安，就能够靠主的话语来得胜。求你与我们大大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苏伟，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